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这个是 CCTV 社会与法频道播出的，就是法律讲堂讲的一个叫一个女孩逃票进景区后坠亡，景区被判无责，讲的这么一个案例说一个女孩逃票进入景区后坠亡了，谁该担责任？这故事或者这个案例是从一个暑假的一天正在读大3的高玲玲告诉父母要和同学外出散心，当天高玲玲离开了家，此后便一直没和父母联系过。原来高玲玲离家后独自前往几百公里外的某自然风景区逃票，进入景区后失联。警方搜索3天后在山崖下约50米处找到一具高度腐败的女性尸体，经确定死者身份就是高玲玲。然后高玲玲的父母在这个警方的协调下和景区协商签署了补偿协议。然而几个月过后这个高玲玲父母又将景区告上了法庭。后来法院判决景区不用承担责任。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花点时间看一看这个央视的法律讲堂这个视频。大家看视频这天，南方某风景区派出所走进来一对中年夫妇，夫妇俩看到民警就焦急地说：“警察同志我们的女儿找不到了，听说她到你们这儿来旅游了，你们能帮我们找找吗？”民警一听事态紧急，赶忙询问夫妇俩有关他们女儿的情况。据夫妇俩讲述，女儿名叫高琳琳，现年21岁，是他们的独生女儿，正在某大学读大3。恰逢暑假，女儿觉得在家待着无聊，于10天前对父母说要跟同学一起外出游玩散心。因为先前女儿也曾多次跟好友外出游玩过，所以这次父母并未觉得不妥，直接就答应了。当天女儿就收拾行李离开了家。之后让父母感到意外的是，女儿自从离家后就再也没有跟他们联系过。几天后，父母才从女儿的一位朋友口中得知，女儿离家当晚曾在2人的网络聊天中透露，她正独自一人坐火车去往几百公里外的某自然风景区。得知这个消息后，父母赶忙开车来到了该风景区的派出所报了警，说他们的女儿不见了，恳请当地民警帮他们寻找女儿。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女儿高琳琳为什么会独自一人到风景区呢？是来旅游散心的，还是有其他目的？面对民警的询问，父母说出了他们最为担心的事，那就是女儿可能会想不开自杀。原来高琳琳自幼性格内向，比较敏感，上高中时因为学习压力大，还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因为这个原因平时家里人凡事都依着她让着她，生怕加重她的病情。但是这次女儿出游前却因为一件事跟父母发生了争执。女儿即将大4了，马上就面临着毕业找工作的问题。父母希望她回老家考个公务员，安稳生活。可是女儿却想着孤身一人去某个陌生的大城市工作。父母不放心一再劝说女儿打消去外地工作的想法，双方就此爆发了言语冲突。之后女儿一连几天都心情低落，随后她便跟父母提出了外出游玩的事情。父母想着让女儿出去散散心也好，便爽快地答应了。得到父母的允许后，高琳琳独自一人外出游玩，谁知却一去不返，这可急坏了高琳琳的父母。那么高琳琳到底去了哪里？她真的会如父母猜测的那样自杀了吗？民警听完高琳琳父母的讲述，随即联系景区管理机构，组织人手在景区找起人来。因为景区面积太大了，地形又复杂，想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
警方决定啊，先从景区的售票系统查起。售票系统啊，采用的是实名制。如果高琳琳是凭票进入景区，必定会留下购票的记录。可让警方大失所望的是，系统中啊，并未查到高琳琳的名字。这就有了两种可能：一是高琳琳呢并未进入到景区；二是高琳琳进入了景区，但是没有买票。为慎重起见，警方啊又通过景区的监控系统进行了查找，终于在登山路口的一处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一个疑似高琳琳的女子身影。经高琳琳父母辨认，这名女子就是高琳琳。鉴于高琳琳出现在景区监控的时间是早上6点，早于景区开放时间，警方推测呀，高琳琳应该是通过野道进入的景区，也就是俗称的逃票。终于寻到了失踪几天的高琳琳的踪迹，警方和高琳琳的父母都有些激动，可紧接着他们就失望起来，因为警方又调取了事发后24小时的监控录像，却始终未发现高琳琳从这处监控区域返回。高琳琳有去无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警方根据高琳琳的行进方向，又寻找下一个监控摄像头，结果在监控画面中一直就没有发现高琳琳的身影。这说明啊，高琳琳就是在2处监控中间的区域消失了。该区域有一处风景优美的山崖，警方立即组织人手在这一带展开了搜索。经过艰苦的搜索，3天之后，警方终于在山崖下方约50米处找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女性尸体。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但从衣服上看，应该就是高琳琳。最终，经 DNA 比对，警方确定死者身份确系高琳琳。此时距离高琳琳失踪已经过去了13天，噩耗传来，高琳的父母悲痛欲绝。尸体找到了，可死因如何呢？公安机关对高琳琳尸体进行了尸检，确认高琳琳系坠崖死亡，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但究竟是自杀还是失足坠崖，从现场勘查情况看，警方也无法确定。高琳琳的父母认为，不管他们的女儿是自杀还是失足坠崖，景区啊都有安全管理不到位的责任，应当给予人身损害赔偿。可是景区却认为，景区内呀沿路设有警示牌，而且山崖上啊设有防护栏，他们已经尽到了安全管理义务。而且呢，高琳琳是逃票进的景区，不管是自杀还是失足，都与景区无关，无需赔偿。双方争执不下，后来在公安机关的协调下，景区投保的保险公司补偿给高琳琳父母4万元。高琳琳的父母与景区协商之后，双方签订了补偿协议。高琳琳的父母拿到补偿后便离开了景区，景区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却没想到几个月后竟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高琳的父母啊一纸诉状将景区管理部门告到了法院，认为啊景区没有对游客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女儿的死与景区有着不可割裂的因果关系，要求景区赔偿他们95万元。那么景区到底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人之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旅游法第42条，景区开放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并听取旅游主管部门的意见：一、有必要的旅游配套服务和辅助设施；二、有必要的安全设施及制度，经过安全风险评估，满足安全条件；三、有必要的环境保护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我们回到本案中，高林林坠落的山崖是一处开放式的户外景点，不可能实现全封闭防护。景区在景点沿途设有醒目的安全警示牌，提醒游客不要距离崖边太近，以防跌落。同时呢，在林崖观景台设有1.2米高的护栏，该高度符合法定要求，足以防范意外跌落。综上，景区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公安机关呢已经排除了高林林被他杀的可能性。结合高林林生前患有轻度抑郁症，事发前曾与父母争执，独自一人出行，以及景区安全保障措施齐全等情形，推定高林林的死亡系自身故意造成，也就是自杀。既然是自杀，那么不管是景区还是保险公司都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还有，高林林是采取逃票的方式进入景区，已经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此做法不值得提倡，违背法律的基本精神。高林林擅自以危险的方式进入景区，对自发性的危险行为应当承担责任，他的坠亡与景区不存在因果关系。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为自身做出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最后，法院认定景区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驳回了高林林父母的诉讼请求。接到判决高林林的父母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无法反驳法院给出的判决理由。毕竟景区已证明自身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他们心里也清楚女儿极有可能就是自杀。这个案例讲的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故事就是一个悲剧，对吧？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正是花季独自跑到外地景区，结果坠崖身亡。关键是最后还牵扯出一场关于安全和责任的这种官司。我看完这个节目以后我是五味杂陈首先我既替这个女孩惋惜，又替这个女孩的父母感到痛心这个案子看上去很复杂，涉及到安全、责任还有人性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呢，它也不复杂，又涉及到这种教育、父母的责任，还有这个成年人的责任。所以我结合这个实际我来讲一讲，谈谈我的看法。有很多网友知道咱们无论是直播还是节目中，就经常聊这个抑郁症有的时候经常说很多网友他的症状就有抑郁症的那种症状什么看了节目之后觉得灰暗，觉得压抑，觉得没有前途。有的人呢就是无端的抱怨说自己觉得看不到希望，每天活得挺累。我都会给出建议，对吧？去最近的3甲医院花几百块钱挂一个专家号，看一看脑子精神是不是正常。如果精神不正常，那你就一定要按照医生，对吧？专家的嘱咐、医嘱规范正规的治疗，不要图省事。如果证明你精神很正常，那你就要自我调节，该面对困难要面对困难，对吧？该承受压力就要承受压力。这个案例中的这个高林林性格内向，根据他父母说的，那是因为高考，对吧？压力大，又陷入抑郁症。这个里面就涉及到父母和女儿之间的关系。父母出发点又是好的，我们要从他父母角度出发他们为工作、为这个就职，对吧？就业发生这个争执，父母的想法是把他留在身边，某种程度上恐怕也是便如照应，不希望他去别的地方。但是这个高林林他希望去陌生的大城市去闯荡，这个也符合很多年轻人的一些，对吧？想法。实际上有很多年轻人他不想跟父母太近，天高任鸟飞离父母越远，实际上越自由，事越少但是父母的角度呢，他认为，对吧？女儿性格又内向，又有抑郁症，你要去了遥远的大城市，那怎么
么一个人怎么照顾自己呢？父母也帮不上忙。所以你看啊，这问题就在这儿，他们为此发生了争执。然后这个女孩跟她的朋友说，她要去什么地方散散心。这个时候父母还没有感觉到，没有察觉到自己女儿有异常，所以这就是做父母的一个悲哀啊。某种程度上啊，这个父母无论是从高考，我在设想啊，他从高考到大学到包括就业，都体现出他这个父母的牢牢的一种控制欲啊。明面上表面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对吧？实际上是不停的给他施加压力。这个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经常介绍，很多父母啊，实际上就是个大宝贝，就自己还不成熟。你从这个案例来看，这父母最后还把人景区告了，责任是人家景区的，这在他看来啊，自己没责任，本质上就是个大宝贝。大家还记得那个应该是2023年纷纷扬扬的那个胡鑫宇案，你典型的他已经表现出抑郁症了这个症状，强烈的厌学情绪，那个笔记本上写的都是各种自责，对不起父母，父母这么辛苦打工供我上学，结果我都不会，成绩也不好，老师对我这么好，结果我辜负了老师啊，种种这种他是在自我施压呀，实际上他是这种抑郁症，然后要求退学休学，然后他妈和他哥还从外地啊，从厦门什么的打工的地方专门赶回学校啊，劝他，我都能想象得到是怎么劝的。无非说你这个人啊，你学习还挺好的，你有智商，你有智力，我在外面这么辛苦，图什么？不就是想让你考出来吗？不就想供你上大学吗？对吧？你看别人怎么样，别人家孩子不都好好的上学吗？条件还不如你，你怎么一天到晚要退学呢？再坚持，对吧？再坚持2年或坚持1年就高考了，考上大学就好了，对吧？这种轮番轰炸，他根本就不顾这个人，他已经是抑郁症。最后这孩子受不了，找他父母不理解，反而说你这么矫情呢啊！你再坚持2年，对吧？我们这么累死累活不就是为了你吗？所以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学习又不行，达不到预期啊，最后就是崩溃了。你看看啊，这个高龄是不是这种状况？所以说这个事情重点就是父母啊，很多父母对抑郁症、对精神这方面的疾病没有认识。他虽然知道这是个病，但是没有那种深刻的认识，不知道这种后果是什么。抑郁症的人本来就是动不动就觉得人生灰暗，动不动就陷入情绪低落，动不动就决定啊要结束。这个本来作为家长就应该，一旦知道他有抑郁症，一定要高度重视。但是很遗憾啊，从咱们媒体报道的所有这些案例来看，都是家长对这个不了解，甚至有的家长就认为这孩子就是矫情的。我告诉你啊，这现在医学发达了，大家的意识稍微提高了，你再往前推10年20年，农村地区就根本没有抑郁症这一说。但事实上有没有抑郁症呢？那跟大量的抑郁症呢？那这些人都是怎么过的？很多人后面就是对吧？恶化、精神分裂，还有什么对吧？很多就是自己了结了。那随着这个现代医学的发展啊，大家对这个抑郁症越来越重视，所以啊，这个事情慢慢的，农村地区也知道有这种病。你想过去那些孩子上学的时候，这根本就没有抑郁症这一说啊，所以你表现出这种异常啊，抑郁症的症状，那家长老师都认为这孩子太矫情、懒。所以从这个案例我就可以看出，这个父母啊是失职的，做的不到位。虽然啊，老年失了自己的孩子，这本来就是个悲伤的事情，但实际上还是自己没有重视，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不停的施压。关于抑郁症，对吧？你可以看看很多这个有抑郁症的人那个自述，对吧？很多抑郁症人他正常的时候非常正常，都是一些知识分子、专家，但你听听他们怎么说的。所以他一定要规范治疗，该吃药就是吃药。那个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啊，应该是2022年、23年，有个叫端传媒的创始人，那年纪应该跟胡锡进差不多大，姓什么我忘了，对吧？他晚上发了一个微博，做完最后一个节目，他是做媒体嘛，完了之后就说告别了，对吧？还做了个视频专门告别，完了之后就自我了结，他就是抑郁症。所以这个案例啊，我得出第一个这个你要说什么经验教训或者是借鉴吧，我认为就是父母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孩子的这个精神状况，对吧？一旦说他有抑郁症，那么千万不要叫什么积极会医啊，对吧？一定要规范治疗，要了解这个病的危害，你不能到时候出了事情你赖这个赖那个。从本案来看啊，我觉得跟人家景区真的没什么关系，因为他那个危险的地方栏杆也有，对吧？这些保护措施是有的。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在逃票啊，你就是逃票进去的，如果在危险的地方你这个景区没有尽到这个防护措施这种义务啊，那一样的你景区要赔钱，这个是没办法的。这是我的观点啊。
就像那个好像春节期间是不是江西南昌啊，一个小孩往那个井盖下面扔那个炮仗，结果爆炸把那个7、8辆车都炸坏了，就像那个事件一样。因为我很多人一看之后就非常生气，就这小孩啊，这家里完了，对吧？你看看闯这么大祸，我就当时我就说了，这个责任啊，在这个有关部门，那个沼气池那下面的是谁的，谁有管理责任，那就是他的责任，对吧？这个道理比较简单啊，因为就好比你搞个炸弹放人屁股底下，或者你搞个手雷放人屁股下面，或者你埋人家不该拉那个环，你要不拉那个环就不会死，不就这道理吗？就问题是你为什么搞个手雷放那儿？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景区他尽到了这个防护的义务，对吧？在那些就那女孩自觉的那个地方，栏杆的1米多高，那你就没有办法了，你不能怪人家景区啊。那第三个说的就是这个女孩，也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如果你对吧，确实你对这个抑郁症这个症状要做个基本了解，完了之后你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症状啊，跟抑郁症有点像，这个时候对吧，应该第一时间啊就跑到附近的3甲医院，对吧？正经的对吧，挂一个专家号看一看，也不要不好意思。如果是抑郁症也没什么，对吧？正常吃药，越早介入治疗效果越好。为什么说让你去那个正规的3甲医院精神科呢？因为有很多人呢，你要不规范去治疗，或者就是你不去那个正规的医院去的话，有的人去看什么心理医生，看什么对吧？其他的什么一些机构啊，他很容易误诊，就是把你本来是精神疾病，是精神分裂症，他给你误诊成叫抑郁症。这因为这个就是精神疾病，有的是他给你治成什么心理疾病，这属于误诊了。所以我说建议一定要去3甲医院精神科先去诊一诊，确诊一下。这又是一个关于抑郁症啊导致的这么一个悲剧啊。当然了，作为一个21岁大3的学生，对吧？逃票进景区，这个当然是不提倡，也不合适，违背公序良俗啊。我们还是要注意啊。虽然说啊，如果逃票啊，你进了景区之后，在景区遇到危险，那景区还是有责任。但是啊，这个毕竟对吧，是你逃票在先，对吧？这个你这道德上面就矮了一分。第二个，对吧？你就会陷入无尽的这种法律诉讼啊，耗时又耗力，没有必要。你买票啊，实际上就把责任交给了景区，这个毫无疑问呢，毫无争议的，我在景区的一切都是你这个景区负责，对吧？你买票，你交钱，他给你票，实际上是双方的一个合同义务就形成了。这我记得这个应该是2年前，华山是不是也是一个女大学生，也已经是下午了，独自进入这个园区，后来也是出事了。第4个啊，我认为这个当地的管理部门也有责任，也就是他那个这个节目里面说了啊，是通过野道。什么叫野道啊？也就是不用经过公园大门，对吧？你不用经过那个售票点，但是也能穿插进入那个景区。这个野道我还遇到过，我记得那个北京的那个颐和园还有香山，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去那个颐和园还是香山，然后就碰见当地的村民把我们拦住了，说你们是不是进去玩？我说是啊。他就说了，你不用买票，我带你们去啊，你只要一个人给我2块钱还是1块钱的，反正就是非常便宜啊。把钱给他带我们进去。但是上学啊穷，知道吧？觉得他说啊，就从他的地里就能过去，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走了一截路。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野道啊绕得特别远，对吧？走了一段呢，一小段，我们觉得这太不靠谱了，你这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绕来绕去的，所以我们又放弃了，我们又跑到前面去买票去了。那个时候就是公然啊就在售票口拦这些游客啊，带他们从野道走。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呢？就是说这个跟地方政府有关系，对吧？知道有这些漏洞，你应该给他堵上，对吧？一个21岁大3的女生，她能通过野道啊能进去，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当地人带她走，那这个警方通过监控啊也没看见第3人，对吧？就没有说是不是有人当地人带她进去的，或者是看不到。第2种是什么呢？告诉你，就是通过社交媒体，现在社交媒体很发达呀，对吧？各种攻略，对吧？这个自然景区，这个景区门票比如180，我怎么样逃票？你一搜，各种攻略教你从哪儿走。所以说啊，这个平台社交媒体也有责任，对吧？像这种啊应该想办法杜绝。那地方政府呢，对这种野道也应该进行补漏洞啊，这是对吧？地方政府以及社交媒体要承担的责任。所以这个案例啊给我的这个启发啊，就是安全和责任，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每一个人呢应该首先是自己的这个安全第一责任人。如果你有孩子，对吧？或者有下一代，对吧？还是也要多关注，不能出了事，对吧？都赖社会。只有这个家长还有孩子啊，大家一起共同重视，共同正视这种悲剧啊，它就会少一点。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